沒有你手機？唔知道，我兄選管都幾3年冇，奶奶係唔係做的？強下，奶奶係咪做啲強下加點1年嘅？我是新來的代理主任。老鼠啊！你有中意米莉亞姐嗎？米莉亞姐哦，大學畢業，還有啊結婚了。其實爸爸明明要結婚，因都冇從過最亞數按勇敢。可不可以加速1年？お願いします。可能。OK，大丈夫。你知道是什麼樣的人才會一直去那種地方嗎？米莉亞，我是想去找你的。儘管都有愛，接着到位，加油哦！